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两天这些房企进入被执行阶段的案子是越来越多还是根据天眼查的这个数据1月22号至23号，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3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标的合计8.88亿元。1月21号到23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25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4.44亿余元。1月23日，正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厦门市正畅置业有限公司新增1则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标的5.2亿余元。近日，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新增1条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标的1.2亿余元。越来越多的房企可以说是诉讼缠身一旦进入官司一旦有强制执行的，至少这些房企它已经不能正常运营，这只能保交楼。还有很多房企陷入巨亏财联社1月23日电，荣盛发展发布2024年业绩预告，预计上市公司净利润亏损72到95亿元，上年同期盈利3.85亿元，也就是去年2023年荣盛发展还是盈利3.85亿，2024年就是巨亏72亿到95亿。我不知道荣盛发展上市以来这么多年，它有没有赚到90亿？总之，在去年1年就亏掉90亿，辛辛苦苦10几年一夜回到上市前。金科股份预亏205亿到285亿，金融街亏90亿到120亿，这都是巨亏这说明什么呢？对吧？这些房企要么已经暴雷了，现在正在官司缠身要么还没暴雷的正在巨亏。巨亏实际上离暴雷也就不远了。这个暴雷房企之间也有鄙视链还在硬撑的笑话已经暴雷的，暴雷晚的笑话暴雷早的，美人债少的笑话美人债多的，暴雷前还债少的笑话暴雷前还债多的，也就是你还了钱最后还是爆了，你不是不还。重组方案获得通过的笑话没通过的，被当标杆保护的笑话没爹妈管的，不管什么样的鄙视链恒大是垫底。实际上只要韭菜不买房，也别什么鄙视链不鄙视链的都得爆，只是先后问题没人能拯救这些开发商。以万科为例吧，2025年万科面临生死从目前看，万科很难自救那么上面到底愿不愿意救，想不想救，能不能救，还有救得活还是救不活，这都是问题。主观意愿上想不想救，即便救了有没有作用，怎么救它？救万科，那其他的要不要救？如果其他的不救，那救万科的理由是什么这个都非常伤脑筋大家都知道每个开发商后面那个供应链都非常长长的有供应商，他们这么多账款供应款，这么多钱要付，但是他没钱付，一大堆的债务像无底洞不救影响面太大，救怕救不活，而且你要救，那别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一样让你救，你不救就死给你看。中国经营报今天刊登一篇报道，说购房履约交付质量成投诉重灾区。2024年全国保交房338万套，好房子呼声渐长。2024年高层会议多次强调保交房的重要性，多部门联合出台配套政策，建立国家一省一市3级协调机制及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从地方层面来看，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加大白名单项目贷款投放力度，有力推动了保交房工作的进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河南省。2025年1月6号，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介绍称2024年我河南省积极推动纳入保交房的42万套房屋交付，其中39.7万套已顺利完成交付，达到了年度既定目标。同时，白名单项目扩围增效显著，目前已有1100多个项目纳入白名单，授信和投放金额均超1000亿元。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关于房地产投诉显示，合同履约和交付质量是各地购房者普遍关心的话题，也是投诉的重灾区。说以北京市为例，与居住相关的货不对版、装修减配以及
房屋质量问题反馈最为集中。2024年年底，曾经的码农神盘，北京市昌平区北青云记业主与开发商对房屋相关问题展开了拉锯战。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位于北青路，距离地铁生命科学园站仅 1.5 公里左右，距离海淀区仅1公里。项目计划2025年2月份交房，目前已基本完工，但被部分业主称之为减配问题。该项目于2021年国庆期间开盘，首次开盘推出360套房源，迅速售罄。一位业主告诉记者，该项目南区比北区开盘早，首批业主在2021年10月便开始了认购事宜。当时的销售宣称北区会更贵，但后来的实际情况，南区单价更贵，同楼栋位置、同楼层、同户型价格差距达到5万到28万元。然而，无论园林投入还是宣传落实度，南区更高的房价却换来了更低的品质。以室内装修为例，该业主称当初自己在购房时所看到的样板间所展示的玻璃均为标有 3C 认证的安全玻璃，而项目南区的房源内大部分安装的却是未带有 3C 标志的普通玻璃。相比之下，北区几乎所有住宅玻璃均配备了 3C 玻璃。据了解说 3C 玻璃和普通玻璃在硬度、耐热性、透明度和安全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均优于后者。业主向记者提供的照片显示，项目南区3号楼还存在地下车库漏水的情况，初步判定是项目防水措施未做到位。记者就此联系项目公司北京立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北青云记项目整体已基本完工，室内剩余少量部分安装正在进行中，景观也在进行局部收尾工作。对于上述业主反馈的问题，公司已确定对南区玻璃进行更换升级，目前已进行排产下单，其他问题目前正在与业主代表沟通。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反复强调楼市下行就是房价在下跌，所以交楼即维权。业主一点都不能忍，眼里揉不得沙子。你只要跟那个合同里面约定的交付标准不一致，那人家就得维权，因为房价都跌了，业主不能受双重打击这房子2021年买的，现在价格跌成啥样了？完了之后你房子还达不到质量标准，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忍。以往不一样，以往你买了房子，等到房子交付的时候那房价都涨了200万了，那很多人一看，对吧？这一点就算了，对吧？你不要把房子退了，开发商还这样收回去重卖，他又多赚钱。这是中国经营报说的就是购房履约交付质量呈投诉重灾区那么有人就要退房，他的诉求很简单，你没有达到标准，我这房子就不要，拒绝接收，你给我退钱。这个退房潮之后那恐怕就会迎来抛售潮更多的业主要把房子卖掉之后恐怕要出现断供潮，一潮接一潮如影随形。有的买房的或者叫炒房的，他一看形势不对，他就开始找人，宁愿损失点违约金，他也把房子退掉不要了。所以这些炒房的对房地产不要再抱有什么幻想，尤其是2017年以后或者2020年以后买房，不要指望着有人来救你，不要想着解套，你选择了站在高点，别人想救也救不了。这个楼市2025年会是什么一个情况？有很多专家做出预测，我们看一段视频。那很多人担心，就说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了，现在年轻人呢也不愿意生孩子，就未来支撑中国房地产长远需求的这个体量，您大概有一个估算吗？比如每年10亿平米、9亿平米。中国房地产的需求现在要解决2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上一轮去库存政策导致的透支，就是供给的透支和需求的透支。因为上一轮去库存政策有大量的开发商供了大量的房子，就地方卖了太多的地，开发商盖了太多的房子，老百姓也买了太多的房子，因为那个时候房价涨得快嘛，大量的投资性需求冲到了市场，这一部分投资性需求实际上现在都在回吐。上一轮去库存带来的我们整个全产业链的透支，这个是要消化的。第二个，我们面对未来，就是中国的城镇化现在表面上67%嘛，但是大家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的城镇化率其实已经75%以上了。就现在凡是有创新能力、有就业能力、有挣钱能力的年轻人几乎都在城里了，农村就是老人和孩子。这些人呢，他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是他必须在城市里有房住，就他无论买还是租，他是就占了一定面积的房子的。那么下一步城镇化率再提高，无非是那些老人和孩子进来，
他们对住房的这个需求的能力和愿望，实际上是要弱很多的。所以未来呢，我估计我们其实有希望稳住8亿平米左右新房销售额这样一个水平。它能不能稳住8亿平米，取决于一个是大量的投资性需求，它是不是持续的回吐。如果它能够不持续回吐，那还是可以的，就是二手房能够对新房市场没有那么大的冲击，那么新房市场能够保持一定量。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改善性需求。现在新房基本上都是满足改善性需求的，所以新房都得盖好房子，你不盖好房子，刚需都被二手房市场全部吸纳了。因为二手房以价换量的幅度特别大，所以刚需都买了二手房，新房主要买改善。那么改善这个事情呢，又有很大的弹性，因为改善嘛，它不是没有，它不是从无到有，它是从1到2的这样一个过程，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就业呀、收入预期会不会改善。只有就业预期和收入预期明显改善，我觉得改善性需求会比较充分的释放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觉得新房市场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8亿平方米的这个中数，它理论上是存在的，但是可能跌破8亿也是很大的概率的。是不是未来1线城市核心地段的好房子还有可能甚至暴涨？因为现在开发商不拿地，政府又不限价，供给不足的话，有没有可能未来供给跟不上需求，房价又快速的上涨？25年吧，一定会一些我刚才说的好地段好房子是会抢的，因为它太少了嘛，未息回贵啊，它就很少。特别有钱的人买这点房子是不成问题的啊。再加上还有一个指标，就今年吧或者明年的房子，它会盖那种得房率100%的，甚至110%的房子。那过去我们得房率75%、80%，你现在买个房子100%，实际上是变相是房价降了，但是大家心理上就觉得占了便宜，所以这种房子也会抢。所以明年的我认为是房地产来说就是结构性企稳，全面企稳可能还有难度。视频里面秦红说2025年8亿平方米都很困难，他基本上讲的比较客观呢。一部分是那个炒房的人投资的，他现在不看好，就要把手中的房子往出卖，那实际上给二手房就增加压力，二手房压力一大，那新房压力更大。还有一个就是收入预期，对吧？韭菜的收入预期不好，那他的叫升级换代，叫改善的住房，他就要往后拖，不敢出手。8亿平方米都很困难，房价应该是在下行之中2025年说止跌回稳，如果你要加上北京、上海，这个是说得过去。但是你要说什么4线城市、3线城市止跌回稳，你怎么回稳？怎么止跌？谁去买？无论是改善还是投资，你说谁去3、4线城市买？我跟这个秦红的观点是一样的北上海核心区某些地段，那房子恐怕还要涨，对吧？所以咱们叫结构性矛盾。好的地段，因为它稀缺你看看上海那个日光盘，那一套的5000万，房价都是17万、20万1平米，那根本就不在乎。所以这个也是事实但是韭菜能买得起的房子，牛马能看得上的房子，恐怕在保值这一块恐怕都要差一点。如果你再算上这个人口的下降，我们从2020年好像开始人口就在下降了，你再过10年，实际上这些孩子已经长大了，本来该他们要买房的，这个人已经减少了，你这个需求怎么满足？就需求会在下降，谁来填补？这个秦红已经说过了，如果考虑了农村的这些生力军那实际上这个城市化已经75%以上了，后面都是老人小孩，这么一算的话，确实未来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房地产的压力不是在减轻，而是在加大，因为人口在下降你即便经济有所起色，那也会被人口下降所抵消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个准确的判断，就是说未来这个房地产是一年比一年难，只有一种情况会改变，那就是经济发展超预期。这个经济发展太快了，大家的预期都好了，大家都认为自己要赚钱了，这个时候开始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开始改善，对吧？有80平米房子的，他想买一个130的，有130的，他想买180的，有180的，他要买别墅，买大平层，对吧？或者是要去外地城市去杭州、去三亚、去哪儿买一套，这个去度假用。这种情况下，那是经济高速发展，大家的信心又回来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3宫6院，好多套房否则的话那房地产都是压力重重。实际上房价的走势跟通过房租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以上海为例这个有媒体统计上海是16个区2024年房租平均跌了10%，跌的最多的是临港新城，跌15%，跌的最少的是杨浦区，跌了9.33%，租金回报率都只有1.8%左右。如果根据租金来算的话，
那上海的房价就太高了。整个2024年上海楼市，对吧？它新房价格在涨，二手房价格好像也在涨，二手房价格没涨，但是新房均价在涨。主要是它那个日光盘，它的5000万一套的20万1平米的房子太厉害了，销量太大，所以把那个上海的新房价格给它拉上去。但是像上海那个外环外的很多地方房子根本卖不掉，还在降价。所以你看上海的房租跌了10%啊，这什么概念？一边是房价涨，一边房租跌10%，这个是不对的。不光是上海房租在降啊，北京的房租也在降，还有广州。这个广东广播电视台啊，它今天一篇报道叫广州房东降租留客，月租5000降400元，成交量仍降4%。也就是说广州的房东啊，他降价出租房子，就这样这个房子还是租不出去，成交量还是在下降。我们看这文章怎么说的啊？他说错过了暑假，房子变得异常难以出租。2024年12月，在房子空置将近3个月后，白领陆路无奈将它位于中心区一套大房子降租1500元出租给陪读家庭。说无独有偶，在天河区车坡板块，70后黄女士在她家大宅空置数月，认为能成功出租后，花了几千元粉刷了房子，最后较上次租金降租800元每月才把房子租出去，2年之间2次降租，对比2022年累计已降租1800元每月。据广州市房产中介协会数据，在2024年12月，因租约到期、工作变动等陆续退租返乡的租客增多，市场新增和换租需求减少，推动广州全市监测点成交量环比下降4.4%，租金同样缺乏上涨动力，环比下降0.4%。去年12月，广州全市监测点住宅租金为52.8元每平米每月，环比下降0.4%，其中中心区域59.34元每平米每月，近郊区域为38元每平米每月，远郊区为18.78元每平米每月。全市监测点电梯楼租金环比下降0.6%至59.89元每平米每月。因租约到期、工作变动等陆续退租返乡的租客增多，市场新增和换租需求减少，全市监测点成交量环比下降4.4%。与此同时，第4季度市场新增需求逐月减少，市场整体表现为供大于求，出租的房源竞争加剧。由于临近年末，为降低房源空置导致的损失，房东普遍会采取低价策略吸引租客。去年12月，全市监测点房源平均溢价空间为7.8%，环比基本持平，同比扩大0.5个百分点，意味着假设上一任租客的租金5000元每平米每月，到这一任就是到下一个人来租的时候啊，或许要降租400元一个月，方能成功出租房子。你看看啊，也就是广州的租金是稳步在下降，上海也是在稳步下降，北京也在稳步下降，租金稳步下降，你说房价在涨，这个显然是不现实。这个房价啊，一定会回到它一个合理的区间。这就是为什么说2025年这个房地产压力还是很大的原因。北京、上海、广州都这样，你说其他的2线城市，你房子租给谁去啊？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关于房地产的热搜啊，它是关于新房装修，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这个荔枝新闻啊，他报道，他说95后小夫妻76万买顶楼复式，然后花60万装修。近日，湖南95后夫妻花76万买到260平顶楼复式，火上热搜啊。房主唐先生接受荔枝新闻采访时表示啊，夫妻俩花8个月将房子设计装修成梦中情房，自己在国企上班，老婆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这个房子是7楼的顶楼复式，是在2023年以5000多一平买的，总价不到76万。因对设计公司方案不满意，于是决定自己装修，最终装修总共花费60万，超出了预算。实际上它这个顶楼复式啊，76万260平，那相当于5000多一平米，还是因为它那个复式啊，那很多地方面积啊，它都是送的。首先啊，整个房子76万，装修花60万，从这个比例来看啊，恐怕大家都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浪费。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有钱，也就是他有这60万，我觉得他这么装修没毛病。装修的豪华一点，或者是浪费一点也没什么，因为他这就是消费嘛。那赚了钱就是要消费，赚了钱就是要让自己开心。你通过装修的房子让自己开心，也能达到目的，这个无可厚非啊。我觉得他如果有钱这么干没毛病。但是对于普通韭菜啊，如果你钱不够，对吧？你的钱紧巴巴的，赚钱也不容易，那我倒是觉得啊，没有必
必要在房子装修上面做文章。也就是说，你与其把钱花在房子上面，你不如把钱花在自己脑子方面，提高充实自己。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种60万的装修啊，它就是一次性投入，一次性消费，它是不会升值的，只会贬值啊。那装修嘛，有个10年8年，你要不好好维护啊，这就不行了。你就说20年吧，你装修的再好，20年以后啊，那你看习惯了，你觉得那玩意儿就是看烦了，这是什么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你在装修上面花这么多钱，那前提是这个钱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小钱，那你随便。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赚钱不易，那这个事情就不值得干。装修啊，要以简单、大方、简约，住着舒服就行。而且装修最好是好收拾。你280平米的房子，260平啊，你这收拾起来都挺费劲的，因为你不是住2天啊，对吧？你可能长期住里面，你想一想啊，我一同学买了个别墅，3层，再加上地下室，再加上上面送的半层，这4、5层，这很多房间他自己好像2月3月都没进去过。所以说啊，年轻人如果买房，你根据自身条件，赚钱不容易，那你在装修上面越简约越好收拾好打理。有很多人呢，年轻人尤其是刚买房的时候，因为毕竟年轻嘛，心血来潮，他会突发奇想，他会有好多梦想，把房子搞成什么样，对吧？什么季节什么环境下有什么样的功能，冬天要能看雪景，还得喝什么黄酒，夏天还要怎么样，对吧？冬天还能晒太阳，或者总之各种想法啊。有很多人呢都有经验。那个建材城啊，是小两口子那个发生冲突最频繁的地点。你经常去建材城逛的人就发现，那年轻的男女经常为了买东西，有的打起来了。通常都是女的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一会儿把房子搞成这样，一会儿把房子装修成那样，然后呢男的就不堪重负啊，疲惫不堪。那瓷砖一会儿选这个颜色，一会儿选那个颜色，一会儿选这样的花纹，要选那样的花纹，马桶要选什么样的，洗脸盆要洗什么样的，窗帘什么颜色，搞成什么形式，最终啊一定是不欢而散。实际上呢，就是按照他的要求把房子装修好了，要不了半年他也不满意，发现自己还是想多了。所以啊，这个是经验这个教训，就是你要装修房子以最简单的方式，最简约的风格，不要搞什么吊顶，不要搞什么射灯，一大堆的灯，那都没用，实用为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就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